聖經撒母耳記下14章16節，人要將我和我兒子從神的地業上一同除滅，王必應允救我脫離他的手。嗱，呢段嘅經呢節嘅聖經咧，仍然係延續上邊提哥亞婦人對大衛所講嗰個說話。呢個婦人佢覺得佢同佢嘅兒子喺神嘅地業上一同嘅除滅，佢體會到喺地上活着有好多嘅患難會被人滅絕，但係佢承認佢體會到佢所住嘅地方係神俾佢嘅地業，求主幫助憐憫。呢個係神對以色列人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恩典，揀選佢哋作神嘅選民，又將迦南應許地賜俾佢哋。但係婦人係依靠王，佢話王必應允救我脫離他的手，佢仍然係願意嚟到相信依靠大衛王可以拯救佢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今日嘅依靠係依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，相信佢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